小弟外公係好多年前曾經係一個秘密會團叫623嘅創始人之一，其成員及秉承宗旨十分隱蔽，甚少為世所知。外公喺我好細個時候，一得閒就會同我講述當年佢經歷嘅種種傳奇往事。好多年之後，我將佢回憶中嘅故事記錄成書，以此嚟緬懷我外公同嗰段逝去已久嘅風雲歲月，同裡面提到嘅各位傳奇人物，同時都係紀念嗰個時代嘅浪漫。外公嘅父尊大人，亦即係我太外公公老太爺，當年喺鄉下係大戶人家。相傳每當門下啲佃農過嚟交租嘅時候，稻谷都喺祠堂外邊放到超過成1000擔咁多，所以鄉里人送外號公千擔。外公從細就生性豪爽，義氣當先，好交朋友又重面子。日子長咗，當仁不讓就繼承咗公千擔呢個外號。佢天生係個不守規律之人，從細咧就中意舞刀弄槍，惹是生非。到咗15、16歲年紀，就覺得自己唔可以一世困喺呢個鄉下度，決定去當時嘅省城廣州羊城撈世界啦。於是就喺上個世紀20年代初，公千擔就一個人偷偷咁去到羊城闖蕩江湖。當年一個10幾歲嘅僆仔去到省城，可謂無親無故，身無分文，十分茫然。佢喺多年後仲清楚記得嗰時係6、7月份，正係飛火流星、大暑天時。佢喺鄉下搭上條紅船，先到禪城，即係而家佛山啦，再輾轉幾日，歷盡艱辛，先去到當時嘅羊城嘅南關最大嘅碼頭，亦即係大名鼎鼎嘅天字碼頭。天字碼頭嗰陣時十分熱鬧，貨如輪轉，熙來攘往。公千擔啱啱上岸，都未嚟得及領略一番省城嘅繁華，就親眼目睹一場碼頭嘅大火拼。嗰一場係一班身強力壯，又被稱為咕喱佬嘅天字碼頭苦力，同另外一群從外省嚟搶飯碗外江佬之間嘅打鬥。呢班俗稱徒弟嘅地頭蛇咕喱佬，個個訓練有素，組織嚴密，有進退有據，有章有法，而且個個手勢一把鐵鏊，身手不凡。外省幫頓時相形見絀，好快就敗下陣來，落荒而逃。向來崇拜英雄豪傑嘅少年公千擔，當下就心而往之，即刻上前要求加入天字碼頭咕喱行當。班咕喱嘅領頭係一個綽號叫黑殺神嘅人，坊間傳言咧就因為佢皮膚好黑，所以得名。佢打量咗公千擔一陣就話：喂，你呢個細路點做咕喱啊？佢仲問細路：你究竟有冇㗎？公千擔莫名其妙，呢條友講嘢冇頭冇尾嘅，咩叫有冇啊？錢定係其他？唯有搖頭啦。直到後嚟佢先知道，原來喺天字碼頭長堤一帶所謂營生啊，都係由當時嘅幫會掌控。黑殺神係問佢有冇加入咩幫口堂會。班徒弟咕喱之所以威風八面，就因為佢哋都係隸屬於一手獨霸天字碼頭嘅幫會二合興，省城內俗稱嘅13行。黑殺神一聽就知道公千擔其實係個啱啱嚟到省城嘅鄉下仔，將佢趕走咗啦。可憐嘅公千擔求功不成，只好流落喺天字碼頭一帶，餐風露宿，十分凄慘。後尾都係黑殺神見公千擔咁細個就發善心，就話聽出公千擔咧好似同鄉口音，就提到喺沙基嗰邊有個聯順糧油行，可以介紹公千擔去嗰度做學徒，冇工錢噶，不過就包2餐1宿。公千擔聽咗之後十分開心啦，所謂馬死落地行，仲有咩好計較啫？只要有瓦遮就得啦，即刻衣衫襤褸咁走去沙基嗰度啦。當時省城西關嘅沙基咧仲未開始鋪路改造嘅，一條沙基涌緊挨住沙基大街同陳塘南，涌上面咧全部都係以水為生嘅疍家人，各鄉而嚟嘅貨船，仲有著名嘅紙動艇，因此咧河道十分擁擠啦。而沙基大街同陳塘南咧就係羊城當年一處最大嘅煙花燒金之地，嗰啲大檔、字花、公司煙格同老舉在數不勝數。一到夜晚，呢度簡直就係另外一條秦淮河啊！呢個煙花之地，同時都係糧油集散之地。當中最大嘅就係位於沙基大街正中一間叫做聯順糧油總會嘅鋪頭。所謂糧油總會咧，其實就係間米鋪咯。大概有10幾個伙計，攞佢碰面掌櫃。個掌櫃咧，居然立即同意俾公千擔成為米鋪嘅學徒，只包2餐1宿。宿就係住喺米鋪裏邊，晚上咧等於值夜班睇鋪，行2張門板咧就當係床噶啦。但係比起露宿街頭，公千擔已經心滿意足啦，覺得自己當路肯
行好運啊！唯一令佢覺得奇怪就係呢個姓方嘅掌櫃收咗佢做學徒之後咧，就大聲咁對店入邊所有夥計話：新掛藍燈籠一盞。公千就好愕然，呢個藍燈籠係指佢自己咩？邊人咁稱呼㗎？應該係屋企有先人過世先掛藍燈籠㗎嘛，大吉利是咩？